好，歡迎嚟到愛書人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周龍靜。今集同大家分享一本書，呢本書可以話係近期全美國最 hit、最受歡迎嘅一本書。佢叫做《Theo of Golden》金色小鎮嘅西澳。大家有冇試過呢？喺街上面見到一個陌生人，突然間覺得佢背後一定有一個好特別嘅故事啦。又或者，如果你突然間收到一封神秘嘅手寫信，入邊裝住一幅畫住你個樣嘅人像畫，你會點做啊？你會覺得驚，定係會覺得好奇？今日我哋要講嘅故事就係由92幅神秘嘅人像畫，同埋一個帶住巨額財富突然出現咗小鎮嘅86歲老人家開始。咁到底係咩人？點解佢要買晒呢啲畫呢？仲要逐一咧係送翻俾畫入邊嘅陌生人？喺留言區話俾我聽，如果你收到呢封信，你會唔會去赴約？作者係 Alan Levi。咁點解我會諗呢本書呢？因為我每日都會去各大書店、網上書店，好似 Amazon 啊、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度揾最熱門嘅書。而呢本《Theo of Golden》竟然喺同一個星期入邊，同時霸佔咗全美5大暢銷書榜嘅位置，包括咧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啊、Amazon 暢銷書榜啦、Publishers Weekly 暢銷書榜啊、USA Today 暢銷書榜啊，同埋獨立書店暢銷書榜啊。呢個現象真係非常之罕見。呢本書咧就暫時仲未有中文翻譯版本，所以咧我今日就特別為大家用廣東話，將呢本嘅有啟發性嘅溫暖嘅書咧帶俾大家。如果你最近覺得生活好急促，或者對呢個充滿戾氣同冷漠嘅社會感到有啲疲倦啦，呢本書絕對可以為你帶嚟心靈上嘅醫治。準備好杯咖啡或者茶啦，我哋一齊慢慢進入 Theo 嘅世界。咁我哋正式講呢本書嘅內容之前，我一定要先同大家介紹下呢本書嘅作者 Alan Levi，因為了解佢哋嘅背景，你就會明白點解佢可以寫得出嚟動人嘅故事。Alan Levi 唔係一個普通嘅全職作家，佢喺美國喬治亞州 Georgia 喺哥倫布市 Columbus 長大咗一個長老會教會嘅家庭成長，佢嘅人生經歷非常之豐富。佢喺喬治亞大學讀英國文學同法律，畢業之後由1980年到1990年，佢做咗足足10年嘅律師，但係喺心入邊一直有一團火，於是佢毅然放低咗律師呢份高薪厚職，飛到去蘇格蘭嘅愛丁堡大學讀咗一個蘇格蘭小說嘅碩士學位。你可以想象下，一個美國南部嘅律師突然間走去蘇格蘭讀文學碩士，呢種勇氣同對知識嘅渴求真係好令人敬佩。翻去美國之後咧，佢做多幾年嘅律師，甚至做過遺囑檢驗法官 （probate judge）。直到1996年，佢決定跟隨自己嘅心，成為一個全職嘅獨立音樂人同唱作人，周圍去巡迴演出。佢出過超過20張音樂專輯，喺教會、大學各種場合演出。後嚟佢仲返屋企照顧佢患病嘅哥哥 Gary， 直到 Gary 喺2012年離世，佢為哥哥寫咗一本回憶錄，叫做《The Last Sweet Mile》。Alan Levi 而家已經差唔多70歲，住喺喬治亞州一個1600畝嘅家族農場度。佢平時咧會落田做農務，照顧家人，亦都會去2間教會，一間係新開嘅小教會，係一對夫婦喺農場度聚會，有啲有孻仔；另一間係一間非裔美國人嘅浸信會教會。佢為人非常之謙卑，身邊嘅朋友都話佢同佢筆下嘅主角 Theo 一樣，充滿住善良同慷慨。佢嘅人生使命就係用創意嘅恩賜去引發人對上帝嘅思考。咁到底係咩啟發佢哋寫呢本《Theo of Golden》呢？故事要由一間叫 Fountain City Coffee 嘅咖啡店講起。有一日 Alan 坐喺呢間位於哥倫布市嘅咖啡店度飲咖啡，佢望住牆上面掛住咗92幅人像畫，呢啲畫全部都係佢個好朋友 Gary Pound 畫嘅，畫中人全部都係當地嘅街坊啦。Alan 望住呢啲畫咧，突然間靈機一觸，如果有人將呢啲畫買晒落嚟，然後逐一送翻俾畫入邊嘅人，會係一件幾咁有趣嘅事呢？就係因為呢個簡單嘅念頭 ，Alan 買咗其中4幅畫翻屋企，開始幻想畫中人嘅故事。佢原本只係想挑戰下自己，睇下自己有咁耐性寫一本長篇小說，根本冇諗過要出版。佢寫客停客，有時寫1-2個禮拜就停半年，中間放棄過10幾次。寫完之後，佢拍下自己膊頭話搞掂，然後將份手稿收埋咗櫃桶底。好彩佢身邊嘅朋友知道佢寫緊書，問佢借嘅嘢。睇完之後，佢哋極力鼓勵佢出版。結果喺2023年10月，佢自資出版咗呢本書。一開始本書只係賣咗3000本，對於一本自資出版嘅書嚟講呢，
已經算係唔錯嘅。但係因為口碑太好，讀者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到2024年已經每個月賣1000本。咁最後連大型出版社 Simon Schuster 咧都留意到咧，將版權買咗落嚟，由佢喺旗下嘅 H Books 喺2025年秋天重新發行。到依家呢本書已經賣出超過30萬本，連 Oprah 都公開引用過書入邊嘅句子，成為咗一個出版界嘅奇蹟。一個將近70歲嘅人第一次寫小說，由自資出版到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10幾個禮拜，呢個故事本身就已經好勵志，話俾我哋聽追夢永遠都唔會太遲。好啦，了解完作者嘅背景，我哋正式進入 Theo of Gordon 嘅故事。故事嘅主角叫做 Theo， 佢係一個86歲嘅葡萄牙裔老人家，啱啱喪偶。有一日佢孤身一人搬到去美國南部一個虛構嘅小鎮，叫做 Golden 金色小鎮。咁喺呢度一個人都唔識。當佢去到鎮上面嘅咖啡店，見到牆上面嗰92幅人像畫之後，佢做咗一個好特別嘅決定。佢用自己神秘嘅財富將呢啲畫買晒落嚟，然後佢用好靚嘅信紙親筆寫信俾畫中人，約佢哋出嚟見面，將幅畫送翻俾佢哋。嘅信入邊啦，Theo咧係咁樣形容自己嘅：我只係一個無害嘅老人家，一個禁夫，一個父親，一隻冇晒牙，只有純潔意圖嘅獅子。呢句話好有詩意，亦都好反映 Theo 嘅性格。佢曾經係一隻好有力量嘅獅子，但係依家年紀大咗，佢選擇用溫柔同善良去對待呢個世界。係透過呢種贈畫嘅儀式啦，Theo 呢認識喺鎮上面形形色色嘅人。我同大家講幾個重要嘅角色啦。第一個係 Tony。佢係一個越戰老兵，喺鎮上面開咗一間書店。佢經歷過戰爭嘅創傷，但係透過書本同文學揾到嘅心靈嘅慰藉。Theo 同 Tony 咧好快就成為咗好朋友嘅，佢哋會一齊傾偈、討論文學、分享人生。第二個咧係 Alan，佢係一個患有精神病嘅露宿者，佢嘅故事好令人心酸。佢同自己嘅女失散咗好多年，Theo 喺背後默默地幫佢揾翻佢嘅女。第三個係士夢，佢係一個修讀音樂嘅大學生，好有才華，但係對前途感到迷茫。Theo 用咁嘅智慧同鼓勵，幫士夢揾翻自信。因為仲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叫做 Kendrick 嘅，佢係一個做清潔工嘅男人啊。佢個女咧因為一場車禍而重傷入院，Theo 匿名咧幫佢個女成立嘅大學基金，仲幫佢請律師。Theo 唔單止送畫，佢仲會好用心嘅去聆聽每一個人嘅故事，佢會話俾對方聽，佢喺幅畫入邊嚟到對方有咩美好嘅特質，然後佢會喺背後默默地匿名咁用佢嘅財富去幫助呢啲人。到咗書嘅最後1/10，我哋終於知道 Theo 點解會攞到 Golden， 點解佢會做呢啲嘢。呢個揭曉好感人，好多讀者都話攞到嗌。我唔想劇透太多，但係可以話俾大家聽 Theo 嘅動機同睇過去嘅經歷有好深嘅關係咯。呢本書咧帶俾我哋幾個好重要嘅人生哲理同閱讀心得。第一，聆聽嘅力量 The Power of Listening。咁呢個個都掛住個電話，掛住表達自己嘅年代，Theo示範咗咩叫真正嘅睇見 Seeing and being seen。當你願意放慢腳步，全心全意去聆聽一個人嘅故事，嗰種被重視嘅感覺，本身就係一種巨大嘅醫治。你有冇試過有人好認真嘅聽你講嘢，唔諗電話，唔打斷你，唔急住俾意見，只係靜靜咁聽，嗰種感覺係好珍貴嘅。Theo 咧就係用呢種方式去改變咗 Golden 鎮上面每一個人嘅生命。第二，無名嘅慷慨 Anonymous Generosity。Theo 幫人從來唔求回報，甚至唔想人哋知係冇幫嘅。呢種純粹嘅善良，咁充滿計算嘅現代社會，顯得特別珍貴。作者 Alan Levi 咧透過 Theo 呢個角色，將聖經入邊行善不求回報嘅精神完美咁展現出嚟。但係冇做得好巧妙，唔會令你覺得係冇傳教，而係用一個好溫暖嘅故事去感染你。正如 C.S. Lewis 講過，去愛同欣賞自己以外嘅嘢，本身就係遠離精神毀滅嘅一步。Levi 寫呢本書嘅時候咧，就係想透過 Theo 呢個角色咧，令讀者去愛同欣賞一啲超越自己嘅嘢。第三咧，憐憫勝過公義 Mercy over Justice。咁書入邊咧講即係有一幕好深刻嘅，跟住個 Kendrick 個女咧就被一個疲勞駕駛嘅非法移民撞傷，Kendrick 好諗，好想追究。
但係佢 Gondry 同佢講嘅一句好有智慧嘅説話咧，如果喺公義同憐憫之間唔知點嘅，永遠都要睇憐憫。錯誤嘅憐憫點都好過錯誤嘅公義。呢句説話真係好有力量。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邊，我哋成日都會遇到要嘅公平同寬恕之間做選擇嘅時刻。呢本書提醒我哋，選擇憐憫永遠唔會錯。最後 Kendrick 選擇嘅原諒。呢種寬恕嘅力量真係好震撼人心。第四，放慢腳步嘅智慧 The Wisdom of Slowing Down。作者 Alan Levi 咁特登將本書嘅節奏寫得好慢，有啲讀者可能會覺得中段有啲拖，但係呢個係刻意嘅。咁呢個人人都追求快速即時滿足嘅年代 Theo 嘅故事提醒我哋，真正有價值嘅嘢係需要時間去培養嘅。友誼需要時間，信任需要時間，醫治需要時間。正如一個書評人講嘅，呢本書嘅節奏係刻意反文化嘅，因為我哋呢個沉迷手機嘅社會需要被慢落嚟。第五，藝術同美嘅力量 The Power of Art and Beauty。成個故事嘅起點就係92幅人像畫。藝術嘅呢本書入邊唔單止係裝飾嘅，係連結人同人之間嘅橋梁。每一幅畫咧都代表住一個人嘅故事，一個人嘅尊嚴。當 Theo 將幅畫送翻俾畫中人嘅時候，佢其實係話俾對方聽：我見到你，你係有價值嘅。總結嚟講咧，就 Theo of Golden 唔係淨係一本文學小說，更似係一劑對抗現代社會冷漠嘅解藥。有人將呢本書比喻為美劇 Ted Lasso 嘅文學版。兩個故事嘅情節雖然完全唔同，咁但係 Ted 同 Theo 咧都係以人性啦、同理心同埋善良去對待身邊嘅人，咁亦都係透過聆聽同埋關懷嚟建立社群。喺呢個充滿分裂同埋仇恨嘅年代咧，呢類故事特別具有療愈力量。呢本書咧，帶俾我哋最大嘅實際價值，就係提醒我哋未必好似 Theo 咁樣富有啦，可以用金錢幫助好多人嘅，但係我哋絕對可以好似佢咁樣，多啲耐性去聆聽身邊嘅人，對陌生人咧多展現少少微笑同埋善意。喺情緒層面上面，當你讀到結尾嘅時候，咁雖然有啲讀者會覺得節奏稍為偏快嘅，甚至會為 Theo 嘅結局流下眼淚，咁但係嗰份感動咧係溫暖嘅，亦都係充滿希望嘅。佢會令你重新相信呢個世界依然有美好嘅事情正喺度發生。而作者 Alan Levi 自己嘅人生故事啦，同樣非常勵志。一位將近70歲嘅人，從未寫過小說，卻從自資出版一路走到全美暢銷書榜，賣出超過30萬本。咁佢嘅故事話俾我哋聽咯，追夢永遠唔會太遲。希望大家中意今集嘅推介。咁如果你都想感受 Theo 帶嚟嘅溫暖呢，我非常之推薦你揾 Theo of Golden 嚟讀一讀嚇。咁雖然目前只有英文版本，但係佢個文字咧非常之優美，絕對值得一讀。我係周龍靜啦，多謝你收聽今集嘅愛書人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頻道。我哋下集再同大家分享另一本好書。拜拜。